你知道我们祈祷减少的真正原因吗？我们祈祷时间变少，并不只是因为我们很忙，我们每个人都很忙，因为工作、见人，还有整理思绪，我们觉得祈祷的时间变少了。但在内心深处，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不是因为忙碌，而是因为我们失去了祈祷的目的。以前我们依靠上帝，甚至在与人争斗时也会通过祈祷来面对，但现在我们越来越习惯于先自己做决定，然后把祈祷当作清单上的一项来完成。各位，祈祷是与上帝持续不断的关系。祝福大家在一天的开始和结束时，哪怕只是片刻，也能向上帝坦白地说，我把我的生活和内心交托给你。当我们邀请上帝时，我们会过上更深层次的祈祷生活。